原来就是因为宣师姐夜半私逃，朝廷才没有出兵帮她去报仇。不错，贤弟当时病危，皇后一个人支撑大局，根本无力去管这些。魏师兄几番游说，见出兵无望，便给师姐立了这座衣冠冢，之后又生了一场大病。原来如此，难怪他会对我说，自打宣师姐死后，他便决定要一个人孤独终老。有这样的主意在前，他怎么会喜欢上我这么一个还有一般西域血统的笨丫头？阿萱姐，我是你的师妹，也是你的义表妹阿淑，我来看你了。哎，这位姑娘，你是来祭拜福远公主的吧？嗯。哎呀，你看这天，马上要下大雨了，要不你先到那边青庐避一避。青庐？哎，啊，姑娘，这儿就是啊。哎，这儿怎么什么都有，像有人住过一样。魏大人每逢初一、15，风雨无阻都要来这里守墓。这个青庐啊，就是他亲手搭建的。亲手搭建的？可不是嘛！魏大人和福远公主，真是一对可怜人呐。唉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我是亲眼看见魏大人披麻戴孝，以正妻之礼将公主下葬。虽说当时他没掉一滴眼泪，可手抠着地，一片片的全是血呀！那个狠劲儿啊，就连我这样的老头子都看不下去啊。那您先忙吧，一会儿雨小了，我自己回去。哎，那我先走了。好了，就停在这边吧。对。过一会儿来接我，我自己走过去。阿轩，今天风有些大，但是你别怕，我在这儿陪你呢。我这几天没有过来瞧你，是因为出了几件事情。先是我自己不自量力，想去骑马，结果不小心摔倒了。现在连走路，哎呀，都得用这根拐了。你说我是不是太傻了？是不是可笑得很啊？如果当时你在的话，就算我骨头碎了、裂了，我也会陪你一起骑，一起骑到天荒地老。哦，对了，阿轩，今天我见了你那个阿叔表妹了，她人挺不错的，性格也很直爽，看见了她，我就看见了你不装淑女的样子。每当我瞧见她，就想起你小的时候。我今天跟她多说了几句话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对不起，你是不是又吃醋了？霍恒说的对，
我是对他有点动心，不过你放心，就只有那么一点点，我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。阿轩，你要明白，在我心里，永永远远都只有你一个人。傻孩子。阿轩，你要是不高兴了，或是对我不满意，你就托个梦告诉我，告诉我你不开心了。我知道这么久了，你都没有出现在我的梦里，肯定是因为你在外面待太久了，忘了回家的路。阿轩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要回去了。等改天我能进宫了，我会带你的朱红萱草给你，好吗？原来他真的动心了，原来他真的喜欢我，不是我自作多情。阿轩姐，不是我故意要和你抢他，只是他一个人孤零零的，实在太可怜了。要不然，就让我来替你照顾他好不好？你要是同意了，就告诉我一声，我数1、2、3。阿轩姐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那就是同意了。那我就当你同意了，好不好？你放心，我知道现在自己还不够好，所以我不会随便去打扰他的。等到有一天，我变成了跟你一样优秀的女妇，我再去跟他说，好不好？你不回答，那我就当你是同意了。我要见太后，太后以前最疼我，她绝对不会不管我的。见太后真聪明。得了吧，太后将你贬为庶民，已经是便宜你了，再闹就把你抓起来，关你一辈子。不要。请。姚女夫，姚女夫，你是谁啊？我是杨云儿啊。你是云儿？你骗谁啊？云儿才20岁，哪像你这么苍老？我真是云儿啊！还记得以前我们一起上课，你一紧张就结巴，一结巴就说不出话来，都是我替你把话说完。真是云儿？你怎么会这样啊？你不是和一个侍卫好了吗？一起回家成亲了呀？唉，一言难尽。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追求你的时候又哄又骗，又亲又咬，可一旦跟你成了亲，就不把你当回事儿。我跟他成亲才3年，他在外面就有其他女人。真的呀？男人都那么可恶，是不是你遇人不淑啊？怎么会？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可怜我为他付出一切，我好几天没吃饭了，你能请我吃口饭吗？哦，谢谢。云儿被男人伤害成这样，那我将来，我不能这样，我绝不能这样。喂，
姚娟！哎，我叫你呢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就算你没看着我，听到我的声音，也应该知道是我呀。我知道你是霍将军，宫中有规矩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将军自重。哎，你跟我开什么玩笑？内宣还有事呢，臣女先告退了。等一下，我不想跟你说话。我刚才让你等一下，就让你小心这个东西。笑死我了！刚才上课上的累死。师姐，师姐，听说也好久都没有去看霍将军了。男人善变，不如看书来的实在。可这男人跟书也太不一样了吧？所以啊，相比而言，我更喜欢看书。你倒好，落个清静，可苦了我了。好烦啊，烦死了！我也烦。你怎么个烦法呀？我就是总想忘记他，可是越想忘记就越忘不掉，那种感觉简直痛苦死了。你这么痛苦还折磨自己啊？好了，不管什么理由，赶紧去见他吧，要不然你们两个都要瘦成排骨了。我不要。俗话说，长痛不如短痛。你是没有见到杨女妇那个惨状。杨女妇是谁啊？哎呀，你不认识。总之，我要戒掉她，戒掉她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事。哎，怎么样？啊，他怎么说？他说他要戒掉你。不行，那怎么办啊？阿叔，你帮我想想办法啊！他好像铁了心了，我也没办法呀。霍哥哥，你谁啊？我英秀啊，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你忘了？哦，你就是那个小时候被我欺负的英秀啊？就是我。今天我跟我娘进宫来见太后，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啦。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约定吗？约定啊？什么约定啊？就是我18岁的时候你娶我呀。没有吧？有，难不成你不想履行承诺啊？还是我跟霍将军只是最普通的朋友，你们俩才是天造地设的最完美的一对儿。这个姑娘好会聊天啊！其实吧，我是个很谦虚的人。你怎么把我跟他凑成一对了？你想不想赢回我师姐？想啊！那你请他帮忙。他？你干什么拉我来这儿啊？你整天在屋子里闷着会闷坏的，出来透透气，让自己舒服一下。我不要。哎，你不会还喜欢他？怕见到他吧？我没有，怎么可能呢？那就出来玩一玩，吹吹风。你看天多蓝，云多好，日子多美好。哎，那不是霍恒吗？我身边有个女人，那可不是嘛！你又不找他，他自然找别人了。这也太快了吧！哎呀，师姐，你心跳的好快啊！我控制不了我自己了。我有办法。想不想拿石头砸那个女人？很想。给你。我不敢。
我眼睛进沙子了，你帮我吹一下啊！这。哎呀，师姐，你快看，他们亲嘴了！再用点力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放开他的嘴！哎，你谁呀？你给我下来！哎呀，别打，别打了！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。哎呀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哎呦，怎么打得满头都是？啊！明明受伤的是我，你怎么不管我呀？他是我心爱的人，我当然帮他了。你打！我不怕你，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。要打就打我，别打他。我哥哥，你怎么那么对我呀？你怎么那么坏呀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嫁你了。你失去了一个跟全天下最好的女人在一起的机会。没事吧？啊！你不要碰我，你这个负心汉！我哪有负心啊？明明是你自己不理我，我才跟阿叔使了个计逗逗你的。逗我的？对呀，逗你的。又怎么了？你一定是个负心汉，我会和养女妇一样，连饭都吃不上。哎呦，这3句话说的挺溜的嘛！啊？我！你别打我！不要打我！他们真的好幸福啊！要是有一天，我跟魏婴也能跟他们一样幸福，那该多好啊！疼，这儿疼，疼这儿，揉揉，揉揉。如可安好。本来有事儿的，不过你帮我揉揉就没事儿了。此乃内学堂也，你敢私自闯入，不怕杀头吗？为了见你，五马分尸我都不怕。此言怎能混说？如不怕神仙怪罪何？我见过养女妇了，也知道她的遭遇。姚娟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当第2个她的。武将立功可以请太后赐婚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很努力，立很多的功，我要堂堂正正的娶你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。咦？从今天开始呢，你要好好看我，看清楚我，啊！要是我做了不好的事儿啊，你做鬼都别放过我。可是不用这个，我也能看清楚你啊。你说话的声音，你走路的快慢，还有你身上的味道，我都忘不了。啊！
你还是走吧，被别人看见了多不好啊。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是我的错，不关他的事，要他帮我。跟他没关系，是我自己来的。小紫树，你想怎么样？你吓死我了！红烧肉好吃吗？你们俩可真是啊，仙人上了床，没人踢过旁啊！哼，不给你们点惩罚，我看你们俩是找不着北了。告诉你们啊，今天晚上都不许走，听我讲课。我一天不当回女妇，你们俩就休想在一起。哎，什么红烧肉啊？笑什么呀？班师傅在外面，怎么会？快请进来！不，扶我去正堂。哦，小心。姐夫早。你也早？怎么那么早就来了？快坐吧。啊，你下去吧。喂。那天我偷偷从酒席上跑掉，觉得不好意思，想了半天，还是觉得不合适。来，姐夫快坐，慢点啊。姐夫，那些花椒、胡椒什么的，你就别多想了。都怪阿林、阿秀那两个小东西瞎糊弄，欺负我不懂中原的规矩，也怪我是个粗心鬼，连钗子、簪子都分不清楚。哎呀，让姐夫你为难了。不过姐夫你大人有大量，肯定不会放在心上的，对不对？你也是阿轩的妹妹，也就是我妹妹，那就是亲人。我怎么会为了这点小事让你为难呢？这就对了。姐夫，趁着今天休息，我有些事情想请教你一下。你知道，我想重新当上女妇，对不对？姚师姐跟我说过，要从助教直接升为女妇，除了要达到内学堂70%以上的女生的同意，还要女妇和太学博士那边的推荐。你也知道的，自从我回到内学堂，一直在认认真真、勤勤恳恳地讲课，现在包括学生还有师姐那边都没问题了，就剩太学博士这一道关卡了。姐夫，我听说你在去攻学之前也在太学待过，对吧？你帮我把把关，看我能不能够通过他们的法眼。哦，你就当这儿是内学堂，我是你的学生，你给我上一堂课。就在这儿啊？要不过2天也行，我腿也快好了，等我去公学里复了职，再去内学堂听你讲课。你要复职？干嘛这么着急啊？唉，公学离开了我还是不行啊，大不了我走慢点就好了。哦，好吧。那还是在这儿吧，我怕要是到内学堂人一多我就紧张。随你。好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毛诗中的魏风木瓜。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居。就是如此。好了，这堂课就讲到这儿了。姐夫，你觉得我讲的怎么样？我觉得还不够好。如果我是太学里的博士，未必会推荐你。啊？还不够好啊？可是学生们都很爱听啊。投其所好和教授解惑是2回事。你能够以简单易懂的话，深入浅出地讲解什么是木瓜，这是好事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学生们在听完你的课之后，除了惊叹、长见识之外，还学到了什么？可我也讲了，投桃报李是君子所为，是好事啊。蜻蜓点水的讲解是远远不够的，你需要站在学生们的立场，了解他们真正需要的知识是什么。内学堂的学生们将来多半会成为朝中高官的夫人，正所谓妻贤夫少祸，他们见识的深浅，很大程度决定了未来大汉子弟的目光短长，泛泛而谈的投桃报李，他们最多只能理解为小姐夫人之间的礼尚往来，
这就未免显得浅见下乘。那，姐夫，要是换了你，你会怎么讲？我在公学教授弟子这一章的时候，会把重点放在如何实现在治国当中投桃报李。郡守善待子民，不苛以重税，此为投桃；民众安居乐业，与郡守以贤明，此为报李。冠军侯霍去病善待将士，携御厨出征，此为投桃；将士们奋勇杀敌，此为报李。还可以这么讲呢？当然，阿叔，书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像寇兰芝那样照本宣科，固然不对，但像你这样一味从灵巧有趣上下手，也未必佳。我觉得你火候还未到，想通过太学博士们的考试，或许还需要磨练。那阿轩姐当年能做到你刚才说的那样吗？当然，她是你姑姑最得意的弟子。我真是多此一问。你想想看，世间才女何其多，为什么只有曹大姑一人能得到太后礼遇？唯有真正通鉴史实者，方能为治国者之师。唯有真正通鉴史实者，方能为治国者之师。唯有真正通鉴史实者，唯有真正通鉴史实者，唯有真正通鉴史实者，唯有通鉴史实者。何为通鉴？从今以后，我就不教你们《论语》和《山海经》了，咱们来学《汉书》。这是本包罗万象、无所不有的好书，记录的又是当朝的事。大家学了以后呢，不但能够开阔视野，还能够学以致用。咱们女子也能学史吗？当然了，咱们内学堂又没规定什么书能学，什么书不能学。太好了，我早就想听霍去病和李广是怎么打漠北部的了。看来我们是来对了，家里父母们可不会跟我们说这些的。特意把这本书挑出来，只怕写书的人是某人的亲戚吧？没错，这书是我大伯班固写的。可当年太后娘娘还没当皇后的时候，就请我姑姑曹大姑教过她。怎么，连太后娘娘都不介意，北乡公主倒介意起来了？好，既然大家都不反对，咱们就开始讲第一卷的卷1《高帝纪》。请说。高祖，沛丰邑中阳里人也，姓刘氏。还没下课呢，太常大人要不要先去正堂坐一会儿？不必了，我也想顺便听听内学堂平日里都在讲些什么。好，这样吧，你先下去吧。喂。高祖见厉声之时，厉声对他说：“足下如果想诛灭无道之情，就不得拒见长者。”高祖听完，马上整理衣冠，请厉声上座。高祖当年正是如此知错就改，才能礼贤下士，成就大业。各位都是当朝的贵女，请大家想一想，以往你们有没有做过自傲于身份，对那些身份低微的人不够尊敬的事呢？即便如此，那又如何？高祖爷对厉声待之以礼，那是客气。难道他们那些身份低贱的人，真配和我们这些有着高贵血统的人平起平坐吗？这书开头不是也说了吗？高祖爷是天龙之子。刘晏，你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。不过说句大不敬的话，天上到底有多少条龙呢？咱们在《山海经》里讲过的，
给西王母拉车的还是条龙呢。就算高祖爷的血脉来自真龙里的真龙，那辅助他的其他人呢？萧何、曾参都是县里普通的小吏，樊哙是屠夫，夏侯婴是马夫，韩信杨大人曾经要过饭呢。不知太常大人光临，有失远迎。这些人啊，在辅佐高祖爷之前，老夫今天没事儿，常人的普通人吗？来接孙女放学。还有啊，没想到竟有意外惊喜啊！灌婴呢，原来啊就是一个卖布的，可正是这些布衣将相，才扶起了我大汉江山。难道这些人的血统也是源自于龙神吗？师父说的有道理，我们家祖上就是将侯周勃，在他老人家还没有打仗的时候，也曾经给别人在丧礼上当过唢呐手，所以爷爷一直跟我说，不要两眼看天高，以身份来论人高低。很好，说得对。所谓的君子淑女，就应该以才示人，而不是以钱以权示人。对啊，孟子都说了，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。今天的荣华富贵，转眼间就会变成流水浮云。所以，我们凭什么还不去尊重那些身份比我们低贱的人呢？近，到内学堂的景叔他们；远，到田地耕作的那些农夫们。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忙，我们能凭空变出米来，变出书来吗？对啊，净在那瞎说！要不是我们刘家祖上打天下，你们现在还能坐在这儿上课吗？话不能这么说呀！我母后就常跟我说，皇上是和列位功臣共治天下。那些都是说说罢了，就单说咱们内学堂吧。阿慧他爹要不是走了我父王的门路，能当上官吗？阿慧她现在能在这儿上课吗？刘烨，你这么说话可就太过了。没错，公主说的是事实。我们家本来就是寒门。好了，有争论其实也是好事儿。毕竟我刚才讲的也只是我认为的一条道理而已。以后啊，你们还会从姚女妇那儿、从父母那儿，甚至从书上学到很多很多的道理。而这些道理呢，他们也不一定完全是一致的，而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所以你们也不一定每一条都完全遵循。什么时候呢？你们可以结合自己的情况，独立的去思考、去分析，然后再独立的做出决定。那我就认为你们是真的算出师了，长大了。我明白了，锦叔，我以前老是对你呼来唤去的，实在对不住，以后我会对你客客气气的。多谢公主，奴婢哪里当得起呀？师父，这就是我的选择。以后我也会对宫里照顾我的宫女们同样有礼貌的。母后以前说过，民为天下本。虽然我们的身份确实有高低不同，但是尊敬他们，以平常心待人，却是我可以做到的事。好，说得好啊！文喜公主深明大义，老夫闻之，甚喜啊！杨大人，班助教深入浅出，旁征博引，能以细微之事通治国之道，老夫真是敬佩啊！难怪江姑娘有如此风骨，原来有名师在此啊！这位就是太常杨震杨大人，班助教还不快过来拜见？见过杨大人。不敢。班助教青出于蓝，老夫好生敬佩啊！您太客气了。哎，杨震杨大人，难道你就是那个木叶雀金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杨大人？正是。哎呀，我爹！家父经常在信中跟我说，他平生最佩服的人，您就是其中之一啊！天哪，我今天居然被您夸了，今天晚上肯定睡不着觉了。我的孙女儿能承教于班助教的门下，老夫真是三生有幸啊！没想到班叔年纪轻轻这么厉害，你看，就连杨震这样的老学究都对他赞不绝口。我大汉有这样的人才，
真是社稷之福啊！这有什么好稀罕的？太后娘娘，您看您的年纪也不大，不也坐拥江山，把整个大汉打理得井井有条吗？是吗？我都忘了我还有青春了，常常想起来，觉得自己已经是个老太婆了。太后哪里的话，您看您这花容月貌，这宫里面谁能比得上啊？你就会逗我开心。好了，哀家也累了，你们赶紧下去吧。喂。太后娘娘，最近因为您的一系列改革，许多人都不满意，想找您麻烦。依奴婢看，咱们还是少出内宫为好，不然万一有个好歹，奴婢们可担待不起啊。哀家只是来看看哀家的将士，有何不妥？别动！别动！臣等救驾来迟，臣等该死！臣等该死！你是？臣是中郎将霍恒。霍将军，刺客是怎么混进宫里来的？你们都是怎么办事的？此事不怪霍将军，霍卿救驾有功，何罪之有？快快请起吧。谢太后。你功夫很好。其实想想，哀家身边不可能有人时刻保护着。不过哀家倒是突然有一个想法，不知道你意下如何？太后请吩咐。现在刺客猖獗，就算身边的人再可靠，也不如自己会功夫来的实在。哀家想拜你为师，学习武艺，你觉得如何？这个，你想，刚才要是你们晚来一步，哀家会怎么样？哀家还想为这大汉多操劳几年呢。臣遵旨。霍将军，明天见。你们怎么办事的？跟了太后这么久，不知道太后向来不喜欢这些红红绿绿、花花草草的衣物服饰吗？还不快拿走！喂，等一下。其实，这样的衣服还挺好看的。太后，这些会不会太艳了？春天到了，这宫里也该有一些春的气息了。过来给哀家宽衣。喂。参见太后娘娘。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很奇怪啊？其实哀家也觉得很奇怪，不过是为了方便罢了。哀家在没有入宫前都是这样穿的，挺好看的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倘若这次教太后教得好，说不定就能许了我和姚娟的婚事。我的脸好烫，我不能再想别的了。我
我要专心练剑，专心练剑。要不，今天就练到这儿吧，我们改天再练。喂，参见太后娘娘。我之所以给他们讲《汉书》，是为了让他们借鉴史实，学习做人的道理。谢太后，谢明公长。最近太后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很好，瞧，这不又赏了她了。太后的事你也敢议论，不想活了是不是？奴婢知错，